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HM-CHK 嘅功能營養學家 Braden。Mito Skin Product 咧，佢本身咧，佢主要嗰個成分咧就係美國同韓國專利咗啦。佢亦都咧喺入邊韓國內部咧，佢都經歷過一系列嘅 testing。佢係 certify 咗咧係無刺激性啦，冇防腐劑，亦都係冇呢一個類固醇。其實呢4款嘅 product 咧，佢主要咧個重點就係佢係由15至17款嘅天然植物提取嘅技術做出嚟嘅，咁經歷過發酵啦，去做到佢一個有功效嘅一個皮膚產品嚟嘅。咁呢度咧有4款 product 啦，咁我逐個去講解下。其實呢一款咧，佢嗰個成分咧就係冇咁濃縮，係比較薄少少。其實主要咧係適合於面部比較薄少少嘅皮膚嘅結構去使用嘅。佢可以有效咁樣降紅啦，同埋可以防止水分流失都做到嘅。咁至於呢一款咧，佢係濃縮版少少嘅精華，咁佢就係貨咧比較嚴重啲嘅一個濕疹或者係敏感嘅一個人士嘅使用，佢能夠好有效咁緩解緊呢啲情況嘅。呢一款咧就係一個 lotion， 係一個薄少少嘅一個 cream 嘅情況啦。佢就係貨即使護理完皮膚都好咧，佢出街都要有個保護膜噶嘛。咁呢一個就係有一個保護膜嘅成分喺度。而呢一個咧，你當佢係即係個膜露啦，其實你當佢係一個toner嘅使用就 OK 噶啦。佢主要咧就係可能夠高速咁降紅咯，係能夠喺數分鐘之內咧降到5.5度，喺嗰個研究上指出係咁樣嘅。其實由自身免疫系統引起嘅皮膚情況咧，其實佢重點咧就唔係淨係貨外邊調理就能夠解決嘅，因為佢始終係個舒緩同埋緩解嘅方式去幫助皮膚。但你本身內在嘅生活習慣啦，本身個心情或者係個壓力咧，其實都會影響你個皮膚狀況。所以其實呢一個咧係對皮膚嘅一個少少嘅 treatment 啦，佢唔係其中一 part 嚟嘅啫。其實重點就係要內外都要針對到件事先會解決到你嘅皮膚情況，唔係淨係for一個方向嘅。